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咁仲有幾日咧，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日子，就係 Bitcoin Pizza Day。咁點解咁出名咧？就係因為當時咧，有人用咗1萬個 Bitcoin 去買2個 pizza 食。咁而家啲人咧就話佢好傻啊，好唔抵咁樣。亦都有啲人咧好欣賞佢，覺得呢樣嘢咧係有記錄以嚟 Bitcoin 第一次作為金錢用途嘅歷史性時刻。Anyway，咁我哋咧一齊坐時光機翻返去15年前，睇下究竟發生咩事。OK，而家我哋喺2010年嘅5月18號，當時 iPhone 4都未出現嘅。咁比特幣咧就啱啱面世咗咧超過1年。咁喺一個比特幣嘅論壇嗰度咧，有一位叫做 Laszlo 嘅仁兄出咗個 post。咁佢就話咧，佢想用1萬粒 Bitcoin 去買2個 pizza 食。咁點解佢有咁多粒 Bitcoin 嘅咧？因為咧當時咧一般家用嘅電腦咧已經可以挖礦噶啦。但係呢位仁兄咧仲犀利，因為聽講咧係由佢開始咧用 GPU 挖礦嘅，亦都有謠傳話咧佢曾經擁有整個網絡超過50% 嘅算力。Anyway 啦，咁我哋可以見到喺之後嘅一個回覆嗰度，我哋可以知道當時一粒 Bitcoin 大概嗰個市價係幾多，應該咧就係0.0041美元一粒左右啦。咁而當時2個 pizza 咧大概係25蚊美元左右。咁換句説話講咧，其實佢係 offer 41蚊美元等值嘅比特幣去換25蚊嘅 pizza。咁所以其實呢個 deal 咧係好着數嘅喎，但係咧事與願違，一直咧都冇人理佢。咁過咗3日之後咧，佢又出個 post 就話：其實我係咪出手太低啊？我只係覺得用 Bitcoin 嚟買 pizza 成件事好有趣啫。咁好彩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再過多一日咧，佢就再出多個 post。原來咧，佢已經證實咗有人咧答應咗佢，而且咧係成功交易咗啦。佢咧仲貼咗張相出嚟，咁歷史性嘅一刻咧就出現咗啦。呢個 moment 咧就係有記載以嚟咧第一次比特幣係有金錢嘅用途。咁只係幾個月之後咧，Bitcoin 嗰個市價咧已經升咗好多啦，而且咧開始有人笑佢咧用咗2600蚊美元嘅等值去買2個 pizza 食。咁再之後咧，一個 post 嗰度見到咧，有人笑佢，其實呢個 pizza 會唔會係歷史上第一個值100萬嘅 pizza 咧？咁當時啲人咧就覺得係天文數字啦。但係如果你用而家10萬蚊美元一粒嚟計嘅話咧，其實嗰1萬粒比特幣咧，而家市值係講緊10億美元。咁故事咧就講完啦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上翻呢個論壇嗰度慢慢爬文，因為啲 post 咧仲喺度嘅喎。大家可以 don't trust verify。咁我會貼翻條 link 喺下面。跟住我哋可以諗下喺呢個故事裏邊，我哋可以得到啲咩啟發咧？首先咧，笑佢蠢啊唔抵嗰啲人咧，其實唔使太擔心。佢之後咧喺訪問都話過咧，佢其實唔後悔呢件事，因為咧總要有人係開始用 Bitcoin 作為金錢嘅用途。咁同埋，既然佢當時可以輕鬆攞到1萬粒出嚟，佢當時分分鐘可能已經揸住10萬粒以上。咁過咗咁多年，就算佢 keep 住係咁使，咁我都覺得佢唔會少過1000幾百粒嘅而家。咁所以咧，笑佢嗰啲朋友咧，不如擔心下自己儲唔儲到1粒好過啦。儲到嘅我好恭喜你，儲唔到嘅唔緊要，因為1粒 Bitcoin 其實係等於1億粒充嘅。最緊要係做啱嗰件事，唔需要太介懷嗰個數量。最緊要係盡力而為。咁第二樣嘢咧，我哋要知道咧，其實 Bitcoin 就係金錢嚟㗎嘛。金錢嘅用途就係用嚟儲存價值同埋交易。咁成件事合情合理合法，所以有人話買咗 Bitcoin，儲起佢永遠都唔用嘅話咧，我覺得呢啲思維係有啲問題，因為錢係要嚟用嘅，只要你用得其所就冇問題㗎啦。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見到咧，Bitcoin 係一個bottom up，
平民開始發起好漂亮嘅一場革命。而家全世界都開始普及，佢呢兩塊 pizza 作為晚餐，可能係佢屋企嘅一件瑣碎事，但係可能係人類文明嘅一大步。將來咧，我哋係可能唔可以唔用 Bitcoin 去買 pizza 添。最後我想講咧，就係千祈唔好輕視佢嘅 potential，所以我建議唔好用你大部分嘅存貨去買嘢。如果唔係咧，將來可能會好後悔。OK，咁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歡迎留言，理性討論，下次見，拜拜。